你有迄个啥，迄个辣椒无？有啊有啊有啊。香蕉对对，你要倒一种的，足咸的迄种的，是甜甜迄种的。足咸你等我一下。やります。咱那台北的无共啊，你迄我是唔知啊，你来试看卖伊个凉的啊。凉的吗？我透死人真正无食过凉的臭豆腐，有吃看咩？而且会当遮清爽，口感遮尔好。伊迄我都甲臭豆腐吼，甲迄个汁吼输入去豆腐内底安尼呢。热天人食这拄啊好。你这间徛这偌久啊如果是阿嬷那个年代，刚开始50几年。 ？50几年伫遮哦。就是一代传一代，现在第三代啊。好好食呢。无怪遮侪人来。这口感有台北唔捌食过。大家拢用盐水，啊，不过阮会。本身是本身哦，是千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啊！高山茶有法度，盐水伊袂动的。这用高赞它吼，你安怎讲？我食看卖就知，这烧的嘛，这酥的啦，我食看卖。真好食呢。我拄仔食凉的，已经感觉哦变变叫，我即摆食烧的看卖。嗯。哦。啊，用，咱就爱专工讲哦，镜头伫遐，咱卖甲看。但是我无法度，真正有够好食的。